这道难杀老夫矣。真是美，他体力人人都不够，乡里有情是苦。真奈我高老大姑民间事，我怎能与谁是旁车上想那乡里有情难伸手，我只得带进宫中去见君王，是与君王做主张。倘日君王一发你容白，真是美，欺君之罪，罪也难当。他不是杀头定是发配到边疆，两杯举上飞上车，真是美，他的荣华富贵梦一场，真是美，荣华富贵后还在其次，倒是心乡里定口。
那陈世美一死了，乡里非常人只得水空放，唐人真是我有一双良好密招呀，那么可以一双良好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只要驸马唯独能回购剩下我女与早康配定能忙开一米山东